慢慢话，以清水漂洗，应该安怎讲？安怎下拖？内容是从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。释义以清水漂洗。例叫你把这领衫摕去拖拖咧，你是有听到无？叫你把这件衣服拿去用清水漂洗一下，你到底有没有听见啊？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